馬太福音第8章，潔淨長大麻風的人。耶穌下了山，有許多人跟着他。有一個長大麻風的來拜他說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潔淨了。耶穌伸手摸他說：我肯，你潔淨了吧。他的大麻風立刻就潔淨了。耶穌對他說：你切不可告訴人，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，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，對眾人作證據。治好百夫長的僕人。耶穌進了迦百農，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：主啊，我的僕人害他們病，躺在家裏，甚是痛苦。耶穌回答說：我去醫治他。百夫長回答說：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當。只要你說一句話，我的僕人就必好了。因為我在人的權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對這個說去，他就去；對那個說來，他就來；對我的僕人說你做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穌聽見就稀奇，對跟從的人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麼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沒有遇見過。我又告訴你們，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，在天國裏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唯有本國的子民，竟被趕到外面黑暗裏去，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。耶穌對百夫長說：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，給你成全了。那時，他的僕人就好了。治好許多病人。耶穌到了彼得家裏，見彼得的岳母害熱病躺着，耶穌把他的手一摸，熱就退了，他就起來服侍耶穌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帶着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，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：他代替我們的軟弱，擔當我們的疾病。要跟從耶穌的人。耶穌見許多人圍着他，就吩咐到那邊去。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：夫子，你無論往哪裏去，我都要跟從你。耶穌說：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飛鳥有窩，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。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：主啊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親。耶穌說：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，你跟從我吧。平靜風和海。耶穌上了船，門徒跟着他。海裏忽然起了暴風，甚至船被波浪掩蓋，耶穌卻睡着了。門徒來叫醒了他，說：主啊，救我們，我們喪命啦！耶穌說：你們這小信的人啊，為什麼膽怯呢？於是起來，斥責風和海，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。眾人稀奇說：這是怎樣的人，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。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人。耶穌既到那邊去，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兩個被鬼附的人從墳塋裏出來迎着他，極其兇猛，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。他們喊着說：神的兒子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？時候還沒有到，
你就上這裏來叫我們受苦嗎？離他們很遠，有一大群豬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穌說：若把我們趕出去，就打發我們進入豬群吧。耶穌說：去吧。鬼就出來進入豬群，全群忽然闖下山崖，投在海裏淹死了。放豬的就逃跑進城，將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訴人。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，既見了就央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。